见到了舒适性的。对呀，简单点，我现在给他什么多啊？那你那手机爱金子给他什么的？那是现实的，哪位？我现在别的是别给他什么的呢？你哪些看手机的呢？你是怎么办的？Thank you so much. 现在的是呢，领导把你推荐到水。